你的月是经济，伫我心经铺意，灌压信心活水，就被结实累累。第三章，主的道神之理，被中大伫心里，时常勉励教示，行达合主旨意。好，咱所有来经，第一章，预备来。关心是多对，爱情的理会，那是温苦栽培，就被给是最你的话是真情，伫我心经不移，关乎心意，挂嘴，就被给是泪。第三章。主的道是真理，被中大伫心里，时常勉励教示，行达主旨。咱知影圣经是上帝话，也毋过仰望这首信息嘛，诚做咱家己本身的祈祷。请咱搁下到信息552首，信息552首，咱用这首信息诚实的信息来回应今日的信息。大家勇敢同齐脚步，咱做来行第一章。预备来，大家勇敢同齐脚步，虽然经过风浪，咱的头前遥远路途，有人求助的保护，一地插路，灿烂光明，摇头看依然真情，我告上帝好大亲情，着亲情，着亲情，我告我主来亲情。这时，请咱安静心，准备参与再去写礼拜。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要开始今仔日早场台语的礼拜，请走啊！
主要救我脱离拢总的歹代，也要救我入地以天理的国，观音光归依到代代无尽。阿免。请三甲来吟诗，圣诗195首，圣诗195首。我的心是土地，请起立吟全首。请咱犹原徛地，用四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不列岛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来死人中，搁我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搁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我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是咱三甲来启用，启用文50篇，伫圣诗的后面启用文50篇，也是以赛亚61章。现着咱用交托的方式，我来启，兄弟来引。只愿上主的神临到我，替我去传好消息，予散车人。全部受掠的得到讨放，全部上主恩待人的年，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伫锡安悲哀的人，欢喜的油代替悲伤。因受称作公义的树，我要用信息甲因报赏。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所有看起因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赐福的子民。咱同心来祈祷。创造万物的主，阮感谢你，感谢你赏赐阮活命，
因带阮来到你面前敬拜阿罗你，求你圣神感动阮，阮看起你极大的疼痛，通知你是创造万物的大主宰。亲爱的主，虽然伫阮的生活中有侪的代志填满阮的情绪，重重缀伫阮的心头，直到阮常常累积失望，看无路。恳求主怜悯安慰的心临到，互阮通伫你的话语内面得到开力。也求圣神保惠师夜早保护，互阮伫混乱中会通找到方向。今仔日是文字传道奉献纪念主日，主，愿感谢你，因为你的大慈爱启示人类发明文字，搁互文字成做传福音重要的器具。对安尼，文字事工就亲像夜镜子一般，互福音的种子传送，而且夜落伫人的心里。因为阮知，每一人的生命故事，拢是上主借着圣神来谱写。圣神所主编的生命故事，每一篇拢诚做帮助人的力量。当阮看起使徒、信徒互福音的道理转化，生命通得到成长，文字事工的意义就诚做大大的工程。伫各世代引带人来到你的面前，愿献上感谢。这时，阮要安静心，搁要对你的话语来领受你的教示，恳求圣神临在这个盛会中，安静阮的心，通过谢文杰牧师的嘴开拓你的道理，诚做阮的帮赞，帮感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免。这是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太福音11章第1节到19节。现代中文译本第12页，现代台语译本第24页。马太福音11章第1节到19节，现着我来读。耶稣甲42个门徒以后，离开迄所在，去附近的城市，教示人甲传福音。约翰伫假年听起基督所做的事，就找伊的门徒去，问伊：你就是特别来迄位，也是阮着听候别人？耶稣应讲：恁将所听到、所看到的去甲约翰讲，就是失明的人搁看去，摆骹的人行路，麻风病太过清去，耳孔袂听去的人听去，死人搁活，散赤人有好消息传互因。对我无失去信心的人真有福气。约翰的门徒离开了后，耶稣才对众人讲起约翰的事。伊讲：恁出去旷野是要看什么？要看何风吹摇来摇去的芦苇是无？若毋是，恁出去要看什么？要看穿高贵衣服的人是无？恁看，穿高贵衣服的人是伫王宫。安尼，恁出去是要看什么？要看先知是无？是，毋过我甲恁讲，伊比先知搁较伟大。关系约翰，圣经有安尼记载：看啊，我找我的使者做你的先锋，伊要伫你的头前甲你开路。我实在甲恁讲，本日人所生的无一个比行说的约翰较大，毋过伫天国上美色的要比伊搁较伟大。对行说的约翰的日到现在，天国一直受强烈的攻击，向面的人用暴力甲伊抢去，先知甲律法所有的预言到约翰为止。恁若愿意接受这的预言，
就会明白，约翰就是迄个特别来的以利亚。有耳孔的就听。我要用什么比评这个世代？因亲像一阵囡仔坐伫市场口，对另外一阵话：阮对恁分品啊，恁无跳舞；阮唱哀歌，恁嘛无悲伤。约翰来无食无啉，人就讲伊互鬼附身；人子来嘛食嘛啉，人就讲伊是贪食好酒的人，是冒税的甲罪人的朋友。不过实在的智慧，对其行为得到证实。圣经读到这，只是赞美。而了由韩国短宣队，因今仔要献的是上帝是听，甲书读圣经。
구세주소주 나는 믿습니다 성자 예수님을 그분의 독생자 예수 그리스도 성령님으로 잉태하여 동정녀 마리아에게 나셨고 본디오 빌라도에게 고난 당하시고 십자가에 못 박혀 죽으시고 사흘 만에 죽음에서 부활하시고 하늘에 오르시어 전능하신 하나님 우편에 그리로부터 산자와 죽은 자들을 심판하러 오실 것입니다. 나는 믿습니다 성령 하나님을 나는 성령님을 믿습니다 거룩한 공교회 성도의 교제 사죄와 육의 부활과 영생을 믿습니다. 아멘. 나는 믿습니다 성부 하나님을 나는 믿습니다 성자 예수님을 나는 믿습니다 성령 하나님을 아멘 아멘 나는 믿습니다 성부 하나님을 나는 믿습니다 성자 예수님을 나는 믿습니다 성령 하나님을 아멘 아멘正道只是要请邵文杰牧师来正道今仔日要正道的主题，爱努力才会进天国吗？兄弟姊妹大平安，真欢喜会通伫今仔日搁来到伫咱的中间，甲咱做伙来敬拜。嘛特别今仔日有遮个韩国的团宣队来到伫咱的中间，甲咱做伙做礼拜。我想虽然语言无共款，总是咱会通伫无共款的语言的内面来敬拜同一位上帝。这个是上帝予咱的恩典。特别今仔日是文字传道的奉献主日，咱嘛做伙要伫这个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来做伙关心咱的总会这个教会公报社所咧做的这个文字传道的事工。这伫小等的我的讲道刷了后，咱会有影片，咱来伫迄个时阵，咱才做伙来看这个影片，咱先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
互阮伫上帝你的厅内面，阮诚做一家人，也恳求上帝你，互阮会通伫下面的一段时间，透过主你真理的圣神伫阮内面的运行，伫阮内面的光照，对阮的引带，互阮会通拿深来晓悟主你对阮所启示的真理，也伫主你的真理的内面，阮得到真实的平安，阮得到真实的安息，阮嘛得到对你遐来的快乐，互阮会通活出阮所晓悟的真理。愿安尼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我本身是伫即个咱的台湾上界南部，就是屏东的庄卡大汉的一个囡仔。我记得伫细汉的时阵，若行伫路林，常常拢会看见伫路林拢有电报条，伫电报条的顶面拢会打一寡字。我今仔日来到伫咱的教会附近，嘛看到有电报条，顶悬嘛有打字，毋知咱有注意到无？无注意，那等下转去，当去看卖啊。这个字可能叫做警语啦，吼，就是要甲咱即个，互咱警醒的一寡话。这个警语可能对一基督徒来讲，迄个是一个提醒的作用。总是若对无信的人来讲，有可能因看到遐个话，因会感觉无介爽快。遐个话包括讲神爱世人，天国近了。信耶稣得永生，等等遮。伫咱教会大迄个叫做耶稣创造万物。咱若有时间，咱较家己来看卖。总是因为即马咱的政府开始尽力要互即个电报条消息，互伊地下化、电缆地下化。所以即马咱伫路林大概无啥会当搁再看见有遐尼侪电报条搭遐尼侪话伫顶悬。过去我牧会教会内面有一位慕道友。即个无道友伊甲我分享讲伊会来信主的原因，我听到嘛感觉讲真着惊，也是感觉讲真有意思。是安怎？因为伊讲伊会来信主，是因为伊细汉的时阵，就是行路伫路呢，看见电报条的遐个话，遐个基督教的即个有心人士所搭的遐个话，因着感觉讲真受感动。后来50几岁要60岁的时阵，因为身躯产生一寡毛病，有各样，所以伊才有决心要来信耶稣。当然，迄个是特殊案例，当时这嘛代表讲，遐个文字实际上嘛有伊的功能伫咧。这嘛咧甲咱讲，特别今仔日是咱的即个文字团队纪念主日，所以有当时阵文字无声，总是有时阵会比迄个讲话的迄个声有声无声胜过有声。文字的迄个传送，有时阵会比言语的报传更较有气力。当时我想，对大多数的即个无信的人来讲，当伊看见遐文字，也是会心内感觉讲小可不舒服。甚至有的人伫网络，我看见有安尼的即个笑话，讲有一个阿伯骑车伫路呢，结果无细字去弄着电报条，受伤。后来警察就来处理。警察咧甲即个处理的即个过程中间，即个阿伯伫甲警察讲：好佳哉，好佳哉，因为伊弄的电报条第一支，毋是迄个后壁迄个第二支。讲这敢有差？伊讲有哦，差介济。因为第一支顶完大叫做阿弥陀佛，第二支大讲天国近了。所以第一支意思就是讲好佳哉，无弄死。咱会当安尼做理解。第二支。天国近了，意思就是讲阮死的。另外，是因为咱来用这款的角度，也是讲方式去理解什么叫做天国。可能咱就是甲天国看作是一个人死了后所要去的一个场所、一个所在。这款的定义，咱毋是讲伊毋对，总是咱来讲伊是无介完全。因为天国的定义、天国的意涵是比这款的意思、比这款的定义更较丰富。毋知咱知影有一个即个报道个人报道方式叫做三元福音背进布道法，这个三福。我拄对新人院毕业的时阵，嘛有去受即个三福导师的训练。即款报道方式的内面，伊会先用2个问题来诚做
开场白，真做诊断一个人伊生命问题的方式。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假使你今仔日永远若离开世间，照你目前的信仰，照你的思想，你是毋是会通肯定你会通上天国、上天堂？这个是头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假使这个你今仔日永远离开世间，去到伫上帝遐，上帝甲你问讲，你有啥物资格通去互我入来我的天国？的时阵，你要安怎样来回答上帝？其实问这个第一个问题的目的，就是要爱知影讲，这个人伊是毋是有迄个永活的确据，有没有永生的确据？伊是毋是有清楚家己死了后要去倒位？问第二个问题的目的，就是要爱对方讲出讲，伊认为伊会通得到永活的方式是啥物，然后再照伊的答案去分析，去对症下药。我想伫遮咱先无讨论讲啥物人较有资格通入天堂，嘛无要讨论讲入天堂的方式是啥物。咱要对这两个问题内面看见，因有相款的一个前提甲假设，就是讲天堂是每一个人，特别是咱的这个信主得救的基督徒死了后要去的所在。那咱用一款较狭义的定义来甲看，咱嘛爱问。毋知咱所想象的天堂是啥物款？可能有人想象的天堂，就是指伫天顶的某一个所在、某一个空间。迄个空间、迄个所在是一个真水、真光明、真灿烂的一个所在。好亲像启示录所记载，讲一切你所看会到的遐个物件，拢是用世间上界高级、上界高贵的材料所起造。佮加上咱过去可能捌听过、捌看过一寡人，伊可能有迄个濒死经验，伊死了后，佮对死佮活，即个人讲因有去过天堂，因有甲因的见证写落来。即个人大概拢会讲，伫天堂看到的拢是即个黄金啦、玄鸟啦、玛瑙啦、翡翠啦等等遮。天堂就好亲像是一个黄金街碧玉城。黄金街、碧玉城，这个情景，互咱感觉讲真向往，真新鲜。有一出电影叫做《来自天堂的奇迹》，这个电影伊咧描述讲一个破病的这个小女孩，当伊无说是跋入去伫一个树坑的时阵，伊魂迷不醒，后来伊的灵魂就受提到伫天堂去。总是伊所看到的迄个情景，好亲像是一个足水的这个森林内底，有足济的这个蝴蝶伫安尼咧飞。我想这个是另外一款对天堂的描述。弟兄姊妹，请问咱对伫咱的心内对天堂的这个咱所期待的天堂是啥物款？咱所向往的迄个天堂是啥物款？那照圣经的记载，天堂毋若无时间的限制。嘛无有这个日时暝时的迄款的分别，天堂袂输那7-11共款，拢袂时长的，拢袂大洋的，拢无黑暗的。搁天堂内面嘛无有过带，好亲像逐个人嘛拢毋免食头路，逐个拢伫遐佚佗。我有一个兄弟，伊安尼甲我讲，伊讲牧师，迄若是真正天堂生做即款的，安尼我宁可莫去。伊讲伊宁可伫世间来努力为主做工，见证主的名，做一个会通应神益人的一个人。伊无想要伫天堂做英英美代子。即款的讲法实在是听了咱嘛感觉讲真感动。即款的观念嘛拄好是圣经所要甲咱讲的。今仔日个经文咱看见马太福音的作者，伊嘛咧谈论天国。总是当伊讲到天国的详时，嘛提到行洗的约翰，咱即摆新的翻译本叫做施洗者约翰啊。总是我会讲行洗的约翰，因为咱较熟悉，咱较习惯用即款的讲法。伊有讲到行洗的约翰，嘛有讲到主耶稣对行洗的约翰的评价。我想咱要对这个人物事件的中间去思考，啥物叫做天国？我想今仔日咱透过今仔日的经文。嘛，要搁进一步来思考天国对咱的意义是啥物？搁咱爱用啥物款的态度来回应即款的天国？
啊，用属天的角度来画出天国的即个价值观。今仔日经文咧，甲咱讲起当行这约翰受关监的时阵，伊有听见有关耶稣所做的代志，所以伊就派人去甲耶稣问讲：你就是特别来的迄位，还是阮着听候别人？可能咱会想要问，到底行这约翰伊是听到耶稣的倒一寡风声？其实伊听到的嘛拄啊好是耶稣要爱迄个受册来问讲耶稣的迄个人，伊转去要甲行这约翰讲的话，就是啥物？就是失明的人佮看见，骹歹的人行路，麻风病人清气，耳孔袂听见的人听见，死人佮活，散车人有好消息传互因。而且耶稣伊是要甲行这约翰讲伊就是迄个特别来的弥赛亚。所以伊爱行这约翰放心，因为伊对耶稣所做的见证，迄个是正确的。所以这嘛间接的咧甲行这约翰讲你就是迄个旧约的先知所预言的迄一位，要来为着弥赛亚铺路的迄个。总是佮煞接，咱会发现耶稣所讲的话即个咱会对伊的话所讲的遐话产生一寡疑问。因为主要所对证人讲，负人人所生的无一个比施洗者约翰伟大。毋过伫天国上弥赛的要比伊搁较伟大。这啥物意思？这是耶稣对行这约翰的评价。是安那耶稣要安尼讲？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咱检查就爱先甲天国的这个意思摸清楚，安尼咱才会明白是安那耶稣伫遮要安尼来表达。咱知影当行这约翰出来服侍的时阵，伊常常讲的一句话，可能看到人就讲，倒一句话，迄可能咱第报条嘛定看见，讲恁着悔改，因为天国近啦。这是伊常常口头禅，伊讲倒拢讲一篇的。所以伫遮讲的即个天国，就是咧指即个新约时代稳定的时代。基督降生所带来的迄个国，即款的国若用英语来表达，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意思就是讲天国已经来，毋过还未完全实现。最主要所讲，负人人所生的无一个比施洗者约翰较伟大。即句话意思要表达的，就是讲，旧约时代的人，包括旧约的遐个士师、遐个先知、祭司等等遮的。无一个比行这约翰更较大。另外，伊讲伫天国上弥赛要比伊更较伟大。即句话要表达的，就是讲，伫新约时代的这信徒，连上细汉的、上至弥赛的一个所领受、所享受的恩典，拢超过行这约翰所会通领受甲享受的。是安怎？即句话真重要，因为行这约翰伊毋是新约的先知，伊是属伫旧约时代中最后一个先知。咱知弥赛亚的即个救恩历史通分做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旧约时代，即个预告宣告弥赛亚伊也要来临的即个代志。第二个阶段就是弥赛亚已经来，就是耶稣伊道成肉体来到世间做人。当主耶稣伊对死搁活了后上天。弥赛亚的救恩历史，就对第2阶段刷到第3阶段。第3阶段就是啥物？弥赛亚的再临。弥赛亚的再临，就是耶稣会搁再来。所以，请问咱即马第几阶段？咱即马第2阶段要迈向第3阶段。第3阶段当时会来，无人知。所以咱嘛毋免问，因为咱着即个逐工。警醒听候安尼就好。佮倒来拄则所讲的，行这约翰即个先知，伊是徛伫个旧约时代的结束，甲新约时代的开始的一个交叉点。伊毋是新约时代的人，伊是迄个伫旧约时代中宣告新约时代要来临的迄个宣告者。所以咱嘛会通安尼来理解，就是伊是耶稣传耶稣的故事，耶稣传即个故事的最佳男配角。伊毋是最佳男主角，伊是衬托红花的绿叶，伊毋是迄个红花的本身。
伊本身嘛是即个伴娶，伊毋是新郎。当新郎就是耶稣来了后，才正式进入伫即个新约稳定的时代。所以，惊死约翰伊家己伫约翰福音3章28节到29节真清楚安尼讲，伊讲我毋是基督，不过是受派做伊的先锋。即个代志，恁本身是我的见证人。娶新娘的是新郎，新郎的朋友徛伫边仔，一个听见新郎的声就非常欢喜，所以我会欢喜满满。对遮咱知影讲，惊死约翰伫世间。上界主要的任务甲工作，就是互人避烦心，佮宣告天国特别来的即个代志。所以当耶稣来了后，就是伊退场的时阵，耶稣进场，伊就退场。这是一新约时代降临的时，更加是天国真正降临的时。所以，若照即个脉络来看，即个第12节，咱就会通对即个经文有更较正确的理解。因为第12节其实毋是介好理解的一个经文。咱若去对照咱的中文的圣经，无论是和合本的圣经，还是咱即马所咧用的即个台语现代台语译本的圣经，还是即个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咱会发现伊的翻译拢无介相像。特别是即个和合本的圣经，和合本的圣经讲，对惊死约翰的时到呾，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到，这是和合本的。现代台语译本就是讲，对施洗者约翰的日到现在，天国一直受强烈的攻击，凶猛的人用暴力甲伊抢去。这是这个现代台语译本。现在中文译本伊讲吼，对施洗者从施洗者约翰开始传道到今天，天国遭受到猛烈的攻击。强暴的人企图夺取他，这是咧讲啥物？其实这经文有两个意思啦。头一个意思就是讲，天国伊是不断遭受到强烈的攻击、强暴，还是讲凶恶、邪恶的人想要来甲伊夺走，这叫做天国。表示讲有足侪强暴、凶恶运用暴力的人，比如讲当时的遐希律。是罗马皇帝等等这人不断地攻击、咧迫害基督徒、迫害上帝的国度。总是主耶稣又特别强调，就算这人伊不安好心、不怀好意，伫即个攻击上帝的国度，总是天国绝对袂因为因做这代志，就来受拍倒。好像初代教父特土良伊所讲的迄句话。伊讲顺道者的话是教会的宗旨。啥物叫做顺道者？顺道者就是为着固守真理、固守信仰来遭受迫害甚至受害的人。特土良用即句话咧甲咱讲起，若有搁较侪人为着即个福音、为着信仰的缘故受迫害，甚至牺牲因的性命的时，那呢教会袂因为安尼，就来消失，就来衰微。就来消灭，反倒等会变了搁较壮大，搁较有活力。这个伫地球上讲足吊诡的代志。总是这是一件伫人类历史顶面不断地受证实的一样事。那伫迫害的内面，教会哪兴起，教会哪兴旺。不过若是哪平和哪平安哪好势时，教会煞哪衰微。另外一方面，咱嘛会发现讲，会通进入天国的人，并毋是遐个家己认为真勇壮、真健康、真有力的人，反倒当是遐个软弱、无助、破病的人。所以有人捌安尼讲世间有倒位的人，伊会家己讲家己是有冤屈，家己有冤枉。讲受关监的人，大家也嘛讲伊无辜的，讲伊拢是冤枉的。倒位的人，伊才会家己讲家己有罪。讲遐人拢伫咱中间，拢伫教会内面，教会大家人讲我是罪人。是安那基督徒大家人拢要讲我罪人，因为基督徒真清楚知啥物，家己是何等的污秽、拉残，家己的所行所讲，我呢得罪上帝。像是基督徒嘛会承认家己对家己所犯的迄个罪会无能为力，
也因为安尼，基督徒知，咱来倚靠上帝，信福音，安尼才会通对罪的内面来得到逃放，来得到生命的拯救。啊，这嘛是神啊，主耶稣伊伫马太福音11章28节讲劳苦背重担的人，就来我遮，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所以对遮咱更较清楚知影，通往天国的迄条路，毋是一条康庄大道、好行大条的路，毋是，反倒当是一条细条、弯弯即个弯弯翘翘的一条矮细的路。通往天国的道路，嘛毋是一条真简单、真好行、真顺利的路，是一条充满危险、充满挑战、充满真侪困难的道路。所以行伫迄中间，咱的确会遭受真侪的艰难。彼得前书5章8节嘛咧甲咱讲，恁的对敌魔鬼亲像在吼的狮，四界行在找通吞食的人。啊，所以啥物人是通吞食的人？就是遐个掠准家己是足好的人，自以为意，也是讲自我感觉良好，伊毋肯来就近耶稣，毋肯倚靠耶稣救赎的恩典，较无真理，无愿意互圣神来修正甲调整的人，因会伫魔鬼强烈的攻击的下面来失败。那安尼，咱搁倒边过来想，倒边过来问。倒一寡人，伊才会通抵挡魔鬼的攻击，就是遐个愿意承认家己有罪，佮对家己所犯的罪感觉无能为力的人，因是愿意谦卑来接受圣神的帮助，进入到基督安息的人。因虽然嘛会面对迫害，总是因为上帝恩典的介入，所以就算拄到大的迫害、患难、攻击，因嘛袂放弃因的信仰。反倒当会一心一意来跟对耶稣，永无回头，永无后悔。因为兄弟姊妹，毋知咱是倒一款人，检测咱现今咱拄好咧遭遇到魔鬼强烈的攻击、控告还是欺骗。检测咱即马拄到身躯边的人对咱无情的拒绝、排斥、抵挡、伤害等等遮的。也就是咱即马拄当踮伫一个足无友善的一个大环境的内面，请问咱伫即款的光景的内面，是要继续倚靠家己的气力去做无所谓的抵挡、无谓的抵抗，还是咱愿意谦卑来到伫上帝的面前，承认咱的软弱，倚靠上帝的恩典，进入基督的安息？检测咱会问，要安怎做才会通真正来入到伫基督的安息？其实要进入到基督的安息，就是等于是进入到天国。咱知影圣经讲的天国，有时阵毋是咧指某一个情景，也是讲某一个特定的一个场所，是咧指一个由上帝全然掌权的国度。伫遐有上帝的权柄，正做伊统管万有的一个上界悬的权威。伫遐是用上帝的义来正做伊治理伊的百姓的原则。这叫做天国。换一句话来讲，换一个角度来看，啥物叫做撒旦的国？就是用撒旦的权柄，正做伊治理的上界悬的权威，用罪来正做伊治理这个国度的原则。最简单来讲，倒位是天国？就是一个全然由上帝所掌权的一个所在。所以若是安尼，我需要进一步来问。教会敢是天国？理论上来讲是啦吼，理论上，实际上呢，实际上阁有真大的进步空间。因为咱拢是受恩的罪人，虽然咱原则上是顶头先得到救的基督徒，咱拢讲咱家己是因信称义的义人，总是真侪时阵，咱可能干那只有这个义人的地位。总是无有迄个正做义人的实际的生活。意思来讲，咱的生命还阁有真侪所在需要互圣神来甲咱修正，来甲咱调整的。虽然主耶稣甲咱讲，恁着完全，亲像恁的爸会完全。总是咱拢足清楚知影，无论咱用偌济时间，开偌济精神，咱敢有法度含天父共款完全？袂。主耶稣嘛甲咱讲，恁爱学我。
学我的款式，耶稣叫咱学伊的款式。总是问题是，无论咱用偌济时间，开偌济精神，咱敢有可能学甲耶稣一模一样？嘛无可能。总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嘛拄啊好，因为无可能，所以咱需要逐工不断努力，互家己会通活出义人，活出基督门徒所应该有的迄款的生命。检采咱嘛有听过一款的讲法，讲有上帝同在的所在，就是天堂，对无？咱有听过一句话嘛？有上帝同在的所在，就是天堂。当然，咱知影上帝是以马内利的上帝，是甲咱同在的主。问题是，咱是毋是有邀请即个主伫咱的生命中全然来掌权？伫咱的日常生活内面，是毋是有尽力来活出迄个尊主最大的生活？伫基督的内面，咱是毋是有真正来成就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若是有，感谢主；啊，总是若无，咱嘛求主怜悯帮赞，互咱会通对答了后，真正互上帝伫咱的生命中全然来掌权。啊，咱嘛愿意接受上帝透过圣神对咱的光照、对咱的提醒、对咱的修正、对咱的调整，互咱的生命会通成做迄个会当结果子的生命，互咱的生命是会通成做会通应神益人的一个生命。搁煞遮咱搁转来第12节，我头讲即个经文伊有2个解说，第2个解说就是讲，对行即了犯的时到当天国。拄啊，咧继续来受扩展，正在强力的扩张当中，所以努力的人就会通得到伊。马太福音的作者伊要甲当时的信徒安尼讲，讲千万毋通因为罗马政府对恁的迫害、对恁的即个恐吓、对恁的威胁，啊，恁就来放杀信仰。恁爱继续持守，继续信靠，千万毋通拄着危险、拄着问题、拄着挑战。拄着苦难，恁就来放弃。弟兄姊妹，咱爱知影讲，其实咱若要起造一个人的信仰，爱开费真济的时间精神。总是咱要毁坏一个人的信仰，迄个是较简单，还是较困难？相对的足简单，只要几句话、几分钟、几项代志，迄个人的信仰可能规个就崩盘去。所以这个。咧带咱去思考2个问题，头一个就是讲，到底是甚物人在毁坏人的信仰？可能咱会讲魔鬼啦，迄魔鬼咧毁坏人的信仰，魔鬼入心，无毋对，魔鬼会毁坏人的信心，因为约翰福音10章10节咧甲因讲，出来一定是要偷掠、要偷摕、要毁坏，这个是圣经甲咱讲。总是其实搁较济时阵，毁坏。毁坏即个信仰的，有可能毋是别人，毋是魔鬼，是咱家己本身。因为咱有可能平常时伫无场地的中间，就讲出互咱身躯边的人跋倒的话，做出互咱身躯边的人感觉伤心失望、受气的事。啊，致使到遮个人因为咱来跋倒，无法度来信靠咱所传的耶稣。举一个例来讲。教会欢迎什么款人来教会聚会？可能咱会讲，教会无论什么人，咱拢欢迎，敢毋是？基督徒咱也欢迎，啊非基督徒咧，咱嘛该欢迎。原则上是安尼讲，啊总是实际上咧，实际上若有一个规身躯臭毛毛，啊拢无啥洗身躯的，你还袂甲瓦棍，大概。1、2公尺外，你就开始闻到一个臭汗酸味。安尼一个人，咱讲可能是解药，伫咱的中间，坐伫你的边啊。啊是讲，迄个人伊若是一个即个坐袂牢的即个过动的囡仔，或者是即个人，伊是一个伫社会上互人看袂起的人，咱是毋是会通发自内心来接纳即个人？咱会知咱对待一个人。是毋是真心？有时阵无拄拄是透过咱的言语来表达，咱有足侪非语言的信息，透过咱的即个动作，透过咱的眼神，透过咱的态度，有时阵咱会甲咱的心内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譬如讲，咱若看到一个青云人来到伫咱教会，啊，咱会安怎做？
有的人会安尼加看一眼啊，讲即个人哪会怪怪的，走来咱教会安尼，啊，然后咱就离开。有的人较好淡薄啊，可能就会甲伊讲啊，耶稣听你，啊，欢迎你来教会，啊是讲吼，有的人拢会讲一句话啦吼，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所以欢迎一次就好。讲了就煞，讲了就走，然后走了就伫边安尼嘀嘀嘟嘟，迄个人哪会安尼，足奇怪，对人品头论足，窃窃私语。请问伫即款的情形下，迄个人伊有啥物款的感受？其实，逐个人拢介敏感，特别当咱踮伫去一个咱无讲介熟的一个团体的内面的时阵，会足敏感一寡代志。伊会敏感着讲，即个团体对伊是有优先还是无优先？对伊是有接纳啊无接纳？特别即个人伊若较特殊、较边缘的一个人，伊会对遮个代志特别敏感。请问，若有人第一遍入来伫咱的教会，总是伊无受到教会兄弟姊妹的欢迎甲接纳，伊敢佫会想讲我来第二遍，我佫继续来？一般人可能就袂啊。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互别人伫咱的言行举止的顶面来认出咱是耶稣的门徒，嘛互咱伫逐个所在来实践咱的信仰。那第二，检查咱会问。是安怎咱的信心才容易受毁坏？检查是因为咱的信心的根基无讲介稳固。咱台语有一句话讲：树头要顾好在，都毋惊树尾咧做风台啦。树头若顾好在，就免惊树尾咧做风台。对一个初信的人来讲，伊是属灵的婴仔，是幼婴仔，是足脆弱的。咱知影拄出世的囡仔身躯拢软高高。伊佫无啥物气力，万一你若无抱好，伊可能就会受伤。所以因足需要人安尼真细致去甲照顾，去甲养饲，去甲关心。对一个信主诚久的人来讲，伊属灵的光景无应该是安尼。伊应该爱有迄个大人的款式，应该爱起来主动服侍人，爱照顾别人才对。毋是一日甲毋讲。坐伫遐，倒伫遐摇把叉，讲你来甲我照顾，你来甲我饲，你来甲我安慰，我就煮我淡啊，你来甲我换者。新店神道会的退任的牧师，即个张茂松牧师，有一遍我伫过去的教会，捌请伊来陪灵。伊安尼咧讲起一项代志，伊讲教会充满真济真容易受伤的人，即个人是属灵的生命无介健康的人，因敢若伫。因只要爱伫即个礼拜刷了后，牧师若无甲伊握着手，无甲伊挨沙子，无甲伊拍着招呼，是中级无甲伊拍招呼，就受伤啊。可能就因为安尼冷心倒退，去啉着冷心茶，当无爱来教会。所以讲伊迄个时阵带对神啊，伊毕业的时阵，伫教会底服侍，伊的教会充满即款的人。所以为着要应付这个人，伊讲伊礼拜刷马上爱冲落。即个礼拜堂的门口，伫遐创啥物？伫遐共挨沙子，共打招呼。所以伊讲吼，正手爱牵一个，倒手就搁爱搁压一个，喙搁爱讲一个，目睭搁看一个。迄规个人拢歪伊。伊惊讲无人，伊无共拍着招呼，惊讲迄个人冷心倒退，惊讲迄个人受伤无爱来。总是伊后来伊就搁想，讲。既然伊遮尔要紧，讲我爱含伊握手，是安那伊家己无爱本身来甲我握手咧？是安那一定爱我去主动甲握手才会使？毋知咱桃园教会敢无安尼的人？若有，请咱礼拜刷了后，咱主动去找咱的牧师来甲握手，因为当时牧师毋是三头六臂无法度，逐个人拢甲咱请安握手着。所以，愿主帮助咱，互咱的信心，毋是起坐伫人的顶面，毋是起坐伫牧师，毋是起坐伫中级的顶面，是起坐伫真理的顶面，是起坐伫耶稣基督的顶面。因为伊才是真正的照盘。咱只要将信心起坐伫的顶面，咱的信仰就会稳固，会有正确的根基，不断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总讲一句，今仔日的讲道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咱要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真做是一个伫逆境的中间，还佫会通继续
持续信仰的人。咱无要真做是一个伫教会中落单、脱队，也是讲互魔鬼攻击、控告、欺骗、吞噬的人。咱要真做是一个有气力来抵挡魔鬼攻击的人。总是伫即个代生，请咱爱先入来到伫基督的安息。咱要先互上帝伫咱的生命中全然来掌管。第二项，咱要真做是一个努力起造家己生命的人。咱要尽气力，互家己的生命通真做正人的祝福。咱嘛要互家己的生命通真做下伫主所用的一个器皿。咱要做伙同心起造教会，互教会会通真做是一间复兴、健康、充满活力、生命力的教会。所以咱毋通袂记住，天国不断地受扩展，不断的在扩张，不断的要在兴旺当中。所以咱来探到，咱讲圣灵的浪潮来时，咱来乘风破浪。所以求主施恩祝福咱的堂教会，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互阮通知影，伫即个天国的内面，阮真做是天国的子民。阮着爱有即个天国子民所应该有的款式。主求你帮助阮，掠你做阮的标杆，互阮按住你爱阮行的道路，努力来奋进。因为阮知主你要兴起你的国，当阮活伫你的国的内面，阮家己本身着爱受兴起。当阮受兴起了后，我嘛爱去激励，我嘛爱去帮赞。互阮身躯边的人，嘛会因为阮来得到帮赞，嘛会通得到气力，甲阮做伙同行伫即条天路，直到主你的国完全实现伫阮的中间。阮安尼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毋知咱的同工会当到协助来放即个影片。感谢主，使我因着信仰，成为一位台湾原住民排湾族木雕工匠师，引领我将排湾族文化与福音融入雕刻艺术之中。雕刻艺术作品需要透过艺术家的针一针一针侵入插头的内底，才会当雕刻出符合创作者心意的作品。信仰的塑造嘛同款，文字事工就是这支针透过一个字搁一个字的雕刻，侵入每一个人的生命内底，来扶持帮助人，活出符合上帝心意的人生。台湾教会公报就亲像这支针伫台湾的社会内底，透过全台湾第一份报纸，探讨信仰，提升教育。公报社透过每一个礼拜发行10万份的更新周刊，阁有专门为儿童设计的美好卡页画本，用上真实的生命见证，分享上帝的同在。基督的信仰是新老幼稚园教育信念的中心。阮瓦克听的源头，甲主同工，落实生命教育伫生活中，想要培育出一个心内有疼、阁有自由的心灵，会当认捌家己，也知影欣赏别人，尊重环境。疼一块土地的囡仔。伫140年前，也就是主后1885年7月12日，
台湾教会公报开始来发行。了后的7月19日，巴克利牧师伊也到伫屏东利润地区，伊为着保护信徒的安全，甘愿被人破驶。伫今年的3月，阮所有同工到伫利润地区，阮做伙伫遐来体会到巴克利牧师当时甘愿被人破驶、忍受迄款的一个屈辱。巴克利牧师所坚持的精神，也就是阮140年来伫台湾教会公报社所一直咧坚持，用行动、用文字，甲咱所有的台湾人民徛做伙。一个装备较全、佮活泼的教会，就是需要有独立的文字出版的机构。所以伫遮，我要特别邀请咱所有兄弟姊妹，请你甲阮做伙来经营这个台湾教会公报社，来补足帮助阮每一年拢欠缺5000万的事工费用。愿主赐福咱大家。这是咱搁要三工来吟诗，圣诗第552首，圣诗第552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请起立吟全首。
请坐。是要来奉献，请郭明伟、老泰山两位执事来示献。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咱上到来祈祷，向我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丰盛的恩典。今仔日，互阮会当甲韩国的教会朋友，咱来做伙来主你的圣殿，来做伙来敬拜。我满心感谢主，你对阮的看顾、保守，也守住阮一切平安。只是阮也奉献淡薄的金钱做教会的事工所用，求主你来降力。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请坐。即是要来报告的大声，请咱来看刑事单本周的金句，我读一遍，兄弟来读一遍。对于行使的约翰下日到现在，天国一直受强烈的攻击。向面的人用暴力甲伊抢去。马太福音11章12节，请。一直受强烈的攻击，向面的人用暴力甲伊抢去。马太福音11章12节。对施洗者约翰下日到现在，天国一直受强烈的攻击，向面的人用暴力甲伊抢去。马太福音11章12节。即是来报告。先开第一页。本周以及下周的事项，请兄弟家己来注意。周间的聚会甲相关教育部的课程小组的聚会，请家己大家来看。奉献的明细若出入的，向办公室也是相关的中级来更正。消息报告：本周日，欢迎韩国釜山水银路长老教会53教区团宣队来到本会，一起做伙加入敬拜甲服侍的行列。第二项，为总会所定文字传道奉献主日，请欢迎鼓山教会邵文杰牧师代表台湾教会公布社来请安甲报告，请即个为着文字事工的工作来关心甲带导。
本会吴牧师交换讲台，咱伫遮多谢肖文杰牧师。第三项，吴富仁牧师为着文字奉献的主日到伫旧山教会交换讲台正道甲报告，请为这件事来代祷。其他行政部会、财务部会、教育部会本来伫今仔日要开会咱拢延到下礼拜，因为咱的韩国的朋友来到咱教会咱来做接待的工课下主日7月27举行圣礼典、圣餐食，请兄弟姊妹备办心来领受圣礼典。小会公告：2025年临时和会中级的选举7月初6公告会友的名录，7月27公告符合受选资格的中级名单发选票加投票。8月2412点半，咱要查址投票来开票。8月31公告中级候选人的名单。10月初5临时和会甲中级的选举投票，咱伫遮这是重要教会事项，请大家来注意。2025年团契首长的改选，咱伫遮有公告，请主日2伫8月初3改选监选的长老是张伯钧长老请相关的小监选的长老注意。这个团契的形成。教会消息：女子新学院圣经课程的招生，上课时间是为9月11到12月初4，每周的拜四9点到12点，上课的地点是伫701教室，费用每一期3000块。咱这回的讲师是连燕加李世煌牧师。课程要为约翰福音甲对另外就是对阿伯拉罕的竞选史看上主拯救人类的计划，欢迎兄弟姊妹来参加。要报名的办公室来报名甲缴费。第二，得胜者团契的成长课程主题是成人情绪，时间是7月27，1点到2点半。讲师是得胜者教育协会的专案部的陈富奇主任。对象教会兄弟姊妹拢会当来报名，为着要统计人数甲安排场地，要参加的，请到4楼的公报栏来登记今仔日要查址。教界消息：2025年后盾计划灾害应变的训练的工作坊要展开时间是伫8月初4到8月初5这是拜一甲拜二10点到5点半9点半要开始报道地点是伫大园教会。这毋免其他的费用也有提供2天的中餐请到办公室来报名7月28要查址。以下请欧佩海族牧师来。欧派族，派头。来补充。做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互咱会当做伙敬拜上帝。接下来要用中文一下，因为我们可以翻译的牧师只听得懂中文要特别来介绍我们从韩国来的朋友们，釜山水银路长老教会的弟兄姐妹，请起立。好，拍手。好，请麦克风，谢谢。麦克风，谢谢。现在正在试用麦克风的郑牧师。大家好，我是韩国人，但是我的太太是台湾人，我是宣教士所以今天我们非常的感谢教会，感谢兄弟感谢教会的弟兄姐妹，非常非常的感谢，热切的欢迎，非常感谢。特别我们邀请我们牧师非常的那个年轻他带着孙女教会来这样子
有教会，所以我们邀请他来介绍他们的团队，可以吗？목사님 나오셔서 우리 소개를 하셔야 됩니다. 예. 네, 저희는 부산 대한민국 부산 해운대에 있는 수영로 교회 53교구 단기 선교팀 30명이 대만에 방문했습니다. 他们是那个釜山地区水乳教会，然后带着53区的弟兄姐妹来。 这个短宣到台湾来。 네, 이게 처음 방문한 곳인데 많은 환대와 또 함께 예배할 수 있어서 영광스럽고 우리가 주 안에서 하나됨을 함께 인식하고 또 받아들일 수 있어서 귀한 예배의 여정인 것 같습니다. 特别我们就头一次来到教会，那个教会热切的欢迎我们，接待我们，然后一起。 配搭一个福音的义工，非常的荣耀神。 네, 한국에 돌아가서도 대만 교회를 위해서 함께 기도하고 함께한 하나님 앞에 예배하는 귀한 예배 공동체가 되겠습니다. 감사합니다. 虽然我们短期的来这样子跟教会配搭，但是呢，明天回去之后继续围着我们的台湾长老教会就是基德所以继续我们一起祝福祷告，希望上帝他祝福赐给。 我们的长老教会感谢。谢谢。请坐。咱即摆看到即群兄弟姊妹，其实顶礼拜四就来到台湾，然后明仔载会转去韩国，然后咱若是有看周报吼，明仔载阁有另外一团，就是对。 首尔汉城就是教会有一群青年人，就是大学生会来到咱中间有青年的组织，咱做伙分享的聚会，所以邀请咱会当做伙祈祷。然后今日下晡2点的时阵，伫6楼，咱同款也有最后一个，就是跟咱教会兄弟姊妹、韩国教会兄弟姊妹分享的聚会，中间嘛包括咱会当穿因的衣服。 韩服体验哈，所以就是伫下晡的时阵，若是咱兄弟吼，下晡无特别安排，就是邀请咱会当留落来。虽然无特别提早报名，也毋过不要紧，咱就是会当做伙来参与，会当有一寡敬拜、分享、见证、互相祝福的机会。然后有特别一个邀请，就是后礼拜的下晡，咱有弟兄者的讲座吼。 关系咱新增的情绪的部分，这有一个讲师的介绍吼，咱还未报名兄弟把握机会，报名到今日10止。三间来吟上映395首，上映395首，吟诗煞，请谢文杰牧师来祝祷。至诚天父，我愿感谢你，遐起立吟全首。
但愿恁大家得到主耶稣基督无限的恩典，天父上帝永未变换的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帮赞甲引带，踮伫恁众人的中间，互恁通活出天国的福气、天国的款式，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电乐灭倒。平安礼，请兄弟互相请安，耶稣听你，愿你平安。